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社區生活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社區、社區、社會、社會、市區、市區、城市、城市、郊外、郊外、香港、香港、新界、新界、地方、地方、公眾、公眾、公共、公共、場所、場所、建築物、建築物、設施、設施、機構、機構、警署、警署、消防局、消防局、郵政局、郵政局、圖書館、圖書館、社區中心、社區中心、體育館、體育館、醫院、醫院、醫務所、醫務所、銀行、銀行、學校、學校、運動場、運動場、遊樂場、遊樂場、游泳池、游泳池、垃圾站、垃圾站、公園、公園、街道、街道、地庫、地庫、商場、商場、街市、街市、市場、市場、超級市場、超級市場、百貨公司、百貨公司、餅店、餅店、酒樓、酒樓、便利店、便利店、店鋪、店鋪、戲院、戲院、髮廊、髮廊、洗手間、洗手間、
詢問處，詢問處。禮品換領中心，禮品換領中心。購物，購物。康樂，康樂。娛樂，娛樂。消閒，消閒。活動，活動。展覽，展覽。表演，表演。潮流，潮流。旅遊，旅遊。遊覽，遊覽。遊客，遊客。明星，明星。散步，散步。運動，運動。售票處，售票處。入場費，入場費。買，買。賣，賣。營業，營業。消費者，消費者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